呢一個講法咧，其實又唔係錯嘅，但係咧就久而久之，令到我哋個腦入邊咧就有一種想法，就係 ISO 200嘅菲林只係適用於係。中意睇我嘅頻道，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。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，可以透過 FPS、PayMe、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。Hello YouTube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F101，我係 Anakin。對上一個月咧，除咗有 Photo Walk 嘅2024-01，即係1月份嘅 Photo Walk 之外咧，其實真係唔好意思。太忙啦，咁所以嚟到2月咧，希望可以能夠拍翻1至2條唔同題材嘅影片俾大家睇啦。咁而今個月嘅活動咧，將會喺2月17號嘅星期六去到坪洲，同大家環島遊一個圈，順便順住呢一個新年嘅勢，同大家行大運嘅。咁講起新年，喺出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應該就已經係農曆年假啦。咁我想趁呢一個機會，順便同大家講翻聲新年快樂，祝各位身體健康。好啦，咁前言咧就唔講咁多啦，直接入今日嘅主題，就係講菲林。咁雖然菲林呢一個題材咧同手動鏡冇直接嘅關係，但係鑑於我呢一個 channel MF101入邊咧，大約有80%甚至乎係更加多嘅內容咧，都係用到菲林去拍攝嘅，所以同 MF101咧真係息息相關嘅。咁今次咧要講解嘅咧就係 ISO 200嘅菲林啊。嗱 ，ISO 200呢一個數字咧，大家平時都未必會話好常用。好多人咧會想追求係我日光影相嘅時候咧，就盡量用低啲嘅 ISO， 可以得到一個更加乾淨嘅畫質啦。咁但係 ISO 200咧，我哋喺學影相嘅時候咧，經常會聽到朋友啊、前輩啊，又甚或乎係老師咧提到呢一啲 ISO 200嘅菲林咧，最適合咧係喺陰天嘅時候使用嘅。呢一個講法咧，其實又唔係錯嘅，但係咧就久而久之，令到我哋個腦入邊咧就有一種想法，就係 ISO 200嘅菲林只係適用於喺陰天嘅時候。至少我個腦入邊係有一個咁樣嘅 concept 先啦，咁令到咧我平時喺拍攝上邊咧係比較少用到 ISO 200呢一個感光度嘅。咁要 practical 咁樣講，點解會少用佢嘅原因咧？其實我諗我主要歸類做3個啦。第一啦，就係呢一個 ISO 200咧喺大太陽嘅情況之下咧比較難用嘅。咁而第2點啦，就係大家如果想用大光圈鏡頭全開咁樣去拍攝嘅話咧，使用 ISO 200嘅菲林咧，可能會令到你過曝。咁所以咧，佢有限制到大家使用光圈嘅嗰一個範疇。而第3點啦，好明顯嘅就係佢嘅 grain 咧係冇 ISO 100咁柔滑嘅。咁集合咗頭先嗰幾項嘅原因啦，就的確係令到我咁多年以嚟咧係比較少用 ISO 200嘅菲林嘅。最近喺菲林市場出現咗2個比較大嘅事件，呢2件事咧都同樣地係喺2023年嘅12月發生嘅。咁而第一件事啦，就係由本身經常出黑白菲林嘅 Ilford 嘅同一間公司 Harman 推出咗佢哋自家研發嘅彩色負片 Phoenix 200。就係我手上呢一筒紅色嘅菲林啦。咁另外第2件事咧，就係由 Reflex Lab 採用 Kodak Vision 3 5213嘅 200T 菲林，重新 repackage 所成為佢哋嘅 200T 電影菲林。咁呢2隻菲林咧，同樣地好似頭先講啦，都係上年嘅年尾推出嘅。咁而大家咧都係可以用到最普遍嘅 C41藥水去沖洗嘅。價錢方面咧， Reflex Lab 嘅 200T 咧係比較相宜嘅，而呢一個新出新配方嘅 Harman Phoenix 200咧係比較中上價位左右嘅。不過個好消息咧就係呢2隻菲林都唔缺貨嘅，大家係比較容易喺街上邊買到佢哋嘅。咁而呢2隻新嘅菲林選項同時推出咧，喺當時即係早1-2個月嘅時候咧，都係相當震撼呢一個菲林市場。咁而我都不亦樂乎咁樣買一啲 Phoenix 200嚟試啦。呢個 Reflex Lab 咧亦都寄咗幾筒佢哋嘅 200T 俾我去試嘅。咁而為咗自己可以好有彈性咁樣去試呢2隻菲林咧，
我咧今次咧係有用到呢一個 Hoya 嘅 Pro ND64嘅減光 filter 咧，去進行今次呢批相嘅拍攝嘅。咁當然唔係全部相片啦，只係部分嘅相片。咁喺開始睇呢兩隻菲林嘅相片之前咧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我以前用 ISO 200嘅其他菲林選項拍攝嘅一啲相片嘅。雖然選擇咧就唔係話好多，但係咧都想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市面上大家買到嘅 ISO 200菲林咧，其實都有幾個選擇嘅。咁分別咧有大廠 Kodak 出嘅 Color Plus 200、Gold 200，仲有 Fujifilm 出嘅C200， 甚或乎係 Lomo， 其實佢哋都有出一啲 negative 嘅200，仲有一啲比較多樣化啲、多啲換味嘅就係 Purple Chrome 啦，同埋佢哋 Red Scale。咁好啦，唔扯太遠啦，即刻咧就同大家繼續睇下今日嘅主角 Harman 嘅 Phoenix 200同埋 Reflex Lab 嘅 200T。咁首先講下 Phoenix 200嘅特色啦，就係佢 contrast 咧係比較強嘅，而且整體所有相片咧都係非常之 grainy 嘅，簡直係同 ISO 1600嘅菲林有得比嘅。而且佢一個比較明顯嘅偏色嘅，對於中意換味嘅朋友嚟講咧，係一個幾好嘅發揮空間。而且呢隻菲林嘅寬容度比較低啦，顏色嘅表現咧亦都相對上濃烈一啲嘅。咁喺使用上邊咧，針對翻頭先各項嘅特色，都有少少嘅提示俾大家嘅。首先，如果佢 contrast 勁嘅話咧，大家喺拍攝嘅時候咧就可以注意佢嗰個光差啦。喺構圖之前咧，大家要諗一諗，你張相入邊係咪需要有極強嘅光差？因為佢 contrast 太勁啦，會令到張相突然之間某個位爆光，又或者突然之間某個位死黑嘅。咁呢方面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嘅。第二樣啦，就係 grainy 呢一個問題啦，避免曝光不足，佢嘅黑位咧係唔會有足夠嘅 shadow 俾一啲 details 大家嘅，就只會係一撇黑色咁樣嘅啫。偏色嘅問題啦，我發現主要咧有燈光嘅環境咧受影響比較大嘅。喺日光之下咧，偏色雖然係有，但未至於去到一個詭異嘅感覺。如果大家想創一啲詭異嘅感覺出嚟咧，就留意下喺夜晚有燈光豐富而且複雜嘅環境之下咧，會容易做出一啲比較令人異想天開嘅顏色表現嘅。講翻佢寬容度低嗰個問題啦，就係大家對於呢一隻菲林所用嘅測光咧，必須要比較精準嘅。頭先提到啦，如果你曝光不足嘅話咧，佢嘅暗位咧係唔會有足夠嘅 details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係佢嘅光位 highlight 都係。假如張相過曝嘅話咧，你都唔能夠從中可以揸到啲乜嘢嘅 details 出嚟，令到你嗰個光位咧可以望落去有層次嘅。所以提大家測光必須要精準。咁而嚟到 Reflex Lab 嘅 200T 啦，呢隻菲林咧嗰個顏色嘅還原度咧其實都幾高嘅。第二個特色咧就係佢偏藍，咁畢竟佢係一隻 Tungsten 嘅電影菲林啦，所以佢嘅色調咧係比較藍調冷少少嘅。呢一個係可以接受，亦都係佢嘅一大特色之一啦。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佢嘅微粒咧，佢嘅 grain 咧係比較順滑嘅，似 ISO 100嘅菲林，但係當然冇去到咁滑啦。咁而第四點啦，就係佢嘅寬容度咧比較高嘅。假設你過曝，又甚至乎你曝光不足咧，佢都唔會造成嗰個畫質有好大量嘅流失。咁頭先提到啦，佢個色彩還原度比較高啦，令到大家咧其實係可以更加大膽咁樣去採光嘅。咁而第二樣嘢啦，就係頭先講佢比較偏藍調啦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其實大家就可以留意翻你日光之下拍攝嘅嗰個效果啦，又或者係入夜之後嗰個燈光嘅效果係點樣嘅。只要喺後製上邊將張相 tune 暖少少咧，佢都會出現翻一個比較正常。接近我哋人眼睇到嘅顏色嘅。咁而喺夜晚啦，因為佢係 Tungsten 菲林，所以咧拍攝上邊咧嗰個色差咧唔會話好誇張，更加舒服嘅，令到我哋望落去。咁而第三樣嘢啦，就係佢嘅 fine grain 啦，絕對係一個優點嚟嘅。咁而第四樣嘢就係頭先講到嗰個寬容度較高啦，可以喺拍攝嘅時候咧，大家去 push 或者 pull 呢隻菲林啦，咁變咗大家喺拍攝上邊咧有幾級嘅曝光咧係可以走盞嘅。
今次喺2023年嘅年尾得到咗2隻新嘅菲林，喺我哋呢個用家嘅市場上邊咧，實在係一件大事嚟嘅。而呢件大事咧，都真係好值得我哋更加多花時間同埋心機去拍攝更加多嘅菲林，話俾呢一啲廠商知道，有我哋去繼續用佢哋嘅產品，令到佢哋亦都會更加有心去做更加出色嘅一啲 product 俾我哋去試，同埋俾我哋去創作嘅。咁如果大家會喺屋企自己 scan 菲林嘅話咧，我提大家啦，呢一隻 Reflexlab 嘅 200T 咧 scan 嘅時候可以 set 做 Kodak 嘅 Pro Image 100。咁而呢一隻 Harman Phoenix 咧，我自己 scan 嘅時候咧係用咗 Agfa 嘅 Vista 200呢一隻舊少少嘅 Agfa 菲林去做一個 base 嘅，得出嚟嘅效果咧係比街 scan 咧更加可以接受啦，同埋更加似係一個官方俾大家睇嘅嗰隻顏色嘅。咁最後一件事啦，就係隆重宣布呢一個 OR101嘅頻道啦，今年咧係會繼續更新嘅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，同埋期待下我哋今年嘅其他影片嘅製作啦。咁就唔講咁多啦，臨走之前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如果有興趣想同我討論下呢一啲菲林，又或者其他菲林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同我傾下偈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